我都唔係嗰種做運動嘅人。呢句說話我同自己講咗差唔多20年。我生得細啦，肌肉量唔多，連流汗呢都覺得好敏陣。我一直以為諗嘢、閱讀、睇書、學習先係我嘅強項。身體我唔想好嚟。但係喺5月底嘅時候，我竟然 join 咗一個12個月嘅 Dream Plan， 而一部嘅健身器材用咗幾秒鐘，佢就推翻咗我成個對自己嘅認識。今集我想講嘅係呢一類我唔係邊種人嘅說話，可能會喺我哋成長嘅路上講個最方便，亦都係最危險嘅謊言。今集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關於健身呢一件事。其實健身呢一個念頭一直都喺我腦海入面徘徊咗好耐嘅時間，因為譬如我哋睇好多書，例如原子習慣啊等等，都會將運動、閱讀、冥想列為好嘅習慣。而我之前亦都聽過一個 podcast， 佢入面主持人都有分享，趁年輕嘅時候去多啲做運動，練肌肉嗰個新陳代謝會比較快，更加容易練到線條，同埋令到肌肉嘅流失量唔好咁高。而我就再發現啦，好多時候我好中意或者好欣賞嘅人事物，例如我會欣賞啲可能女明星，佢哋打扮好好睇，或者係佢哋嘅身材都好好，例如佢哋有馬甲線，着衫穿搭都好識着。更深一層嘅就係我會覺得呢一種對自己儀容體態嘅管理，其實係一面鏡子嚟，佢反映住一個人到底有冇用心去管理自己嘅生活。我好相信一樣嘢，就係身材佢着得靚、體態好，唔係一個偶然，佢係睡眠、飲食同埋運動，仲有我哋自我意識嘅一個總和。我就會覺得，既然我欣賞呢啲人，佢哋全部都係咁樣，其實我自己都會有一種渴望，我好想成為佢哋嘅模樣，我都好想擁有佢哋嘅身材，佢哋好識得着衫打扮好睇，呢一啲都係我好想擁有。我想同大家分享一段關於我中學時候嘅一個故事啦。我中學有一段時間我記得好似中6左右準備開學，因為嗰時應該係中5嘅暑假。中5嘅暑假，因為朋友嘅介紹，就參加咗一個行山嘅活動。嗰個行山活動係要由東涌嗰邊行去大澳，但係當時中學嘅我係非常之缺乏運動，即係我亦都唔中意運動。行山呢樣嘢更加就真係根本唔會去啦，或者好少參加。但係因為嗰次嗰個朋友邀請，同埋我媽媽都有份都會去，所以我就一齊去啦。我又唔想拒絕我朋友，咁所以就我同埋媽媽仲有啲朋友咁一齊行咗呢個東涌去大澳呢個行山之旅。喺個過程途中我已經覺得非常之攰，因為我平時好缺少運動，好多次啦，中間嘅時候都好想停低坐喺度，我都好想去休息，或者甚至係即刻翻落山咁，即刻去翻東涌嗰邊咁樣走啦。但係冇辦法係我哋有一個環節就會喺大澳嗰邊食海鮮，所以就一定要行到去嗰邊啦，咁就冇辦法離開。自從嗰一次之後，本身其實過幾日就要中6嘅時候就係開學日啦，9月份。咁我就翻到屋企啦，我即刻病咗成個星期，包括係發燒、喉嚨痛等等。我連開學嗰幾日都要請假，因為我真係好唔舒服，我完全翻唔到學。由嗰陣時開始，我經歷過嗰種好辛苦，因為我係完全聲帶可能受感染，我完全係講唔到任何嘢，亦都發燒要臥床，好唔舒適。自從嗰一次之後，我好翻嘅時候我就好開始去注意我自己嘅飲食，因為我以前都好中意飲啲手搖飲品啦，飲珍珠奶茶、食蛋糕啦，全部都係好多糖、高澱粉質、精緻碳水。咁我就開始研究飲食嗰度，我研究過生酮飲食，咁就知道唔可以食一啲叫做種子油啦，亦都係精緻碳水唔食啦，根本上都唔食麵包啊、蛋糕啊、麵啊嗰啲都冇食過。然之後我係生酮咗幾個月，而嗰幾個月咁啱就係我哋中6嘅時候準備 DSE 一啲好重要嘅環節啦。我親自用自己身體做實驗啦，咁我就覺得嗰幾個月我精神真
真係好咗好多。平時食完午飯，我翻到學校咧係會覺得好攰好眼瞓啦。咁但係咧，我開始咗生酮飲食之後，淨係食一啲肉啦等等，唔係好食一啲碳水化合物，因為嗰一種佢係會令我哋喺餐後嗰個胰島素上升，咁亦都會令到我哋覺得好眼瞓啦。自從我幾個月咧，我用咗生酮飲食之後咧，我個人咧變得好有精神，同埋下晝嘅堂咧，終於唔會再瞌眼瞓。我就由研究唔同嘅飲食到好仔細去查下食物嘅包裝、營養標籤，或者研究下食物金字塔等等唔同嘅理論之後咧，我得出咗一個結論，就係真正自律嘅人，佢哋除咗係會注意控制自己飲食之外咧，佢哋都係會好注重自己有冇去做運動嘅。所以運動咧一直係我好想去修補或者係去填補翻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環節。因為飲食方面我都已經有注意有研究過，但係關於運動我真係一直都未有。健身運動我絕對唔係一時興起啦，而係我一個諗咗好耐，但係我一直都冇去做到。呢度咧想同大家分享下點解我之前一直都做唔到呢一件事。講真啦，就係其實我中學嘅時候啱啱有講到我唔係好中意做運動嘅，咁嗰時喺高中嘅時候，之前係發生咗一啲事令到我有呢一個諗法。我諗應該係初中嘅時候或者中三，接近中三中四都係高中初高中嘅時候，我試過咧喺屋企咧係做一啲 home workout。我之前咧係買咗瑜伽墊喺屋企，當時嘅我咧就係逼自己咧每日咧都要做30分鐘嘅 home workout 運動，跟住一啲 YouTube 嘅影片去跟住佢哋嘅動作去做運動，堅持真係每日起碼做30分鐘。一開始我係當然係覺得好新奇啦，好想自己體態有所改善，都想有呢個習慣啦。我堅持唔到幾個月咧，我最後咧就係放棄咗呢一件事，甚至令到我之後有一段好長嘅時間咧都好討厭運動。其實點解我會放棄咗？係我發現咧，我嗰時我逼得自己太緊啦。我好多時每一日咧都係為做而做，可能到下午特定某個時間就要打開個瑜伽墊去做運動啦。好似每日都要做，仲要係唔俾任何藉口自己。我做落去我又覺得好辛苦、好痛，好想放棄。因為我唔知關唔關自己性格事，有啲係叫做 ENFP 性格。我好想做呢一件事係要有意義，同埋過程要係覺得舒服啊 enjoy， 但係一旦我感受唔到嗰種快樂同埋意義，我就會唔想去做。我就覺得屋企嘅阻力都好大，因為我喺屋企入面我有好多其他嘅選擇，除咗做運動之外，其實我可以揀去睇下書啊、聽音樂啊。我嘅意志力咧好容易被分散，同埋嗰個阻力咧喺屋企都好高啦。出乎意料就係咧，前幾個月咧我又喺屋企咧買晒所有器材，瑜伽墊啲細嘅啞鈴、壺鈴啦、彈力帶，樣樣咧都買晒翻嚟，都係做咗幾日，結果一樣都堅持唔到。因為我覺得每次做嘅時候都要拎出嚟，跟住又要揾片啦，要諗下跟邊條啦，嗰啲 friction 咧摩擦力係消磨晒我成個嘅動力。我想同大家講，一開頭我咪講話我喺5月底嘅時候終於去 join 咗一個12個月嘅 Dream Plan。到底點解今次唔同？我5月份嘅時候考完 final，嗰個星期日咧我就即刻咧去 join 咗24/7，簽咗個12個月嘅 Dream Plan。當時都有幾個因素導致我咁快就做呢個決定。一來我自己內心我真係好渴望見到一個理想身材嘅自己，想自己練到有馬甲線條，咁着衫嘅時候就會好靚，亦都係我好欣賞嗰啲人，佢哋一定係必然會有嘅其中一個習慣，以及係佢哋嘅體態，同埋從呢件事我都見到佢哋嘅自律，我都好想成為一個咁樣嘅人啦。其次，我之前都有啲朋友佢哋都有去 join 咗呢一個嘅計劃，join 咗健身房，我就諗啦，我都好想喎，因為佢嘅出現某程度上都鼓勵到我，亦都俾咗啲動力我，因為有時候我哋亦都可以一齊去做。其次就係我會諗 OK， 我真係好想有改變，我真係好想有變化，好渴望好追求生活嗰種嘅不同同埋嗰種嘅變化。因為我會諗，如果我每一日都係做重複嘅事，重複又重複，其實我生活唔會有任何變化。而我想要嘅改變，我想要嘅理想人生，佢永遠唔係喺我而家做緊嘅事入面可以揾到，佢必然係同我而家做緊嘅事有啲唔同。而我選擇去 join 健身房，對我嚟講係我讓自己看見一個證據，我讓自己不同，我願意去面對一個我唔熟悉嘅領域，我願意去嘗試，我願意一步一步慢慢去學，就好似我哋前一集所講到嘅一種累積。
我願意俾自己呢個機會去做呢一件事，種種嘅原因，咁我就去 join 咗。除此之外，我都會覺得就係個 commitment 都夠大，因為我簽咗12個月，即係佢每個月自動去扣費，其實就等於就真係好似鎖死咗1年，你冇藉口唔去。如果你唔去，你就會浪費咗自己嘅金錢。我就會覺得同時佢令到我其實一年到底12個月個轉變可以有幾大？喺心理學入面有一樣嘢叫做自我決定論，因為我之前嘅失敗係全靠用我自己意志力去硬撐一種強迫，而今次我養成咗健身嘅習慣，有3樣嘢。第一就係環境，第二係關係，第三係承諾，幫我去撐住。而係我今次嘅設計終於啱咗。自我決定論入面呢，有3大嘅內在動機。第一就係自主，呢樣嘢係我自己選擇去簽。第二就係勝任，我慢慢去學識器材。第三就係連結，我同朋友一齊去等等。而之前 home workout 呢係全靠一個硬撐，所以3樣都缺，所以最終就放棄咗啦。好深嘅感受，想同大家去分享。我第一次去 gym room 嘅時候，我第一次入去嘅時候咧，有一個朋友同我一齊入去嘅，因為我個朋友都係早排有 join 咗，我哋一齊去試下睇下啲機器，我都同佢講話，喂，不如你教我少少，睇下呢啲機器係點樣操作啊，點樣用啊。一入到去呢，我係覺得好陌生，同埋都會覺得會容易整親啊，好危險啊，因為我之前真係冇接觸過啦。我面對住所有器材我都唔識嘅時候，而我調教嗰個可能個重量啊，或者點樣去有一個正確嘅姿勢啊，呢一啲機器分別對應住係練邊一啲嘅肌肉啊。當我係一個新手小白，我完全唔識嘅時候，我會覺得自己係，我以前呢係一定會好驚去俾人見到我唔識嘅，因為呢我自尊心比較強，尤其是我覺得因為嗰個朋友我哋係算熟嘅朋友，所以如果特別係喺一啲假設係一啲唔熟嘅人面前，我去袒露自己嘅不足同埋脆弱呢，我都會覺得好冇面嘅。但係喺呢一個 gym room 入面，我反而願意去做一個初學者，願意去犯錯去試錯，願意去問身邊嘅朋友點樣做，因為我就發現我要親身去做個錯過，我先知道乜嘢叫做啱啊。如果我永遠都唔踏出第一步，我係連自己邊一度唔識都會唔知。而咁樣之後呢，咁我又翻去又問下 AI 到底呢啲健身嘅嘢係點樣去學，點樣去用，睇好多唔同嘅教學片啊。到一次我真正去 training 嘅時候，就係我有一個朋友做 gym 呢，其實都做咗5-6年嘅。我哋去 gym room 嗰度見面，咁佢真係第一次手把手咁樣去教我去練腿、練下肩啊、練下背。我好多謝呢一位朋友，同埋好多謝佢細心咁樣去教我。另外一樣嘢，我覺得我係要多謝我自己嘅，因為我有勇氣去面對一樣我真係唔識嘅嘢，而我願意去放低 whatever 可能自尊心、面子各方面，我去同我朋友講，哇，呢個動作我真係第一次學啊！如果我邊度做錯，我想你都話俾我聽啦，你幫我睇一睇動作，睇下我有冇做錯。咁簡單講呢一句說話嘅時候，我都鼓起咗一啲勇氣。重點我覺得除咗佢教識咗我點樣去做動作，當然好重要。個重點係我願意承認自己唔識，呢樣嘢先係轉變嘅開始，並唔係往後嘅身材鍛煉到點樣，而係我承認自己唔識，我願意去用一個初學者身份去學習。向我嘅朋友去袒露我呢種有啲嘅不安，但係我依然嘗試，我會好多謝自己，我好欣賞自己，我覺得自己哇，我真係唔識呢樣嘢，但係我依然選擇咗去，我依然選擇去做。甚至我之前試過有一次呢，就係冇朋友同我去嘅時候，當面對住一啲新機器，我又好想搞清楚佢哋到底點樣用，我甚至係喺我手機上面打開一啲教學嘅影片，然之後我一路望住教學影片，一路去嘗試自己去做，結果我係真係掌握到點樣去用。嗰刻俾我嘅感覺係開心喜悅，亦都係一種感動，一份我願意嘅感動，我願意學習嘅感動。好啦，咁跟住其實呢，就係另外一樣嘢，就係我都有同我嗰個做咗 gym 5-6年嘅朋友講嘅，佢話其他嘢可能係睇書、思想上啊嗰啲我 OK 嘅，健身嘅領域我真係唔識，我都好想你手把手教我啊，到底點樣去發力，到底呢啲肌肉、呢啲器材係鍛煉乜嘢嘅位置，我都好感恩有呢一位朋友嘅陪伴同埋教導咯。有時候我會覺得呢個係一種身份認同嘅改變，改變唔係話靠肯定句話啊，我今日好叻啊，我今日終於做到啦，我今日好靚啊，而係有時候我哋係要靠我哋嘅行動，然之後行動嘅過程佢帶俾我證據，
佢話俾我聽，咦，原來 Chloe 呢個人係真係可以用自己嘅用心，用自己嘅努力，一步一步去學得識呢個機器，由原本一個月之前仲係新手小白，一個月後可以自己去健身房，就算遇到唔識嘅動作或者機器，自己上網查，望住去做，問朋友，唔好介意。佢係同我講一個更加落地嘅證據，讓我看見原來我可以咯。以往嘅我睇書做睇 podcast 聽，OK 係我嘅舒適區之一，好舒服，好安全，好似我上一集講過，呢一度係絕對唔一樣啦。佢就係讓到我嘅大腦去重新開始認識我自己，亦都讓到我自己重新認識自己，唔好再有自卑或者自大，不卑不亢，喺中庸之道嗰度行走。建立自信最強嘅一個來源係我親身做到嘅成功經驗，呢樣嘢係冇人能夠奪得走，因為呢一種記憶佢係喺我腦海入面好深好深。好，我想講下當中嘅一啲經歷，佢都令到我好大嘅反思。有一次啦，咁我亦都係同嗰個做咗 gym 5-6年嘅朋友，咁我哋咧約咗一齊去練 leg， 係我哋嘅一個 leg day。我記得當我喺度做緊一個 leg press 嘅時候，我印象咧係最深刻，亦都係最痛，但係我學到嘢最多嘅一個經歷。我做緊 leg press 對我嚟講，我就算唔加任何重量咧，我都覺得好重。朋友咧係有幫我，有輕微少少幫我借少少力咧扶住嗰度，然之後就令到我成功係有做到 leg press 呢個動作。好多時咧，佢同我講話要可能做12下、15下，佢同我講話爭兩下。我發現我自己嘅內心會諗，真係唔得，我真係好重，我好想放棄。而佢同我講最後兩下，我真係出盡我牛力，俾多最後兩下，原來我真係做到。每次我覺得我自己仲係極限嘅時候，其實我係有能力做多1-2下。呢一個對我嚟講，亦都係一個好深嘅反思。原來我感受到嘅極限，其實唔等於我真正嘅極限啊！身體成日可能我啦，話哎呀夠啦，好痛啦。但係好多時原來朋友嘅鼓勵或者點樣，其實我都可以做多1-2下喎。到底點解呢？另外我喺呢個 point 我延伸翻日常生活，我會諗有時候覺得啲嘢眼前嘅挑戰好難，好痛啊！我覺得自己過唔到啦，或者我冇能力去做啦，唔想做。原來呢個只係我感受到嘅極限啦，佢唔代表我真正嘅極限。總有方法可以再做多啲，係啊，呢個都係我一個好深嘅反思。原來我有能力，原來我可以再做多少少。另外啦，就係因為我個朋友咧，咪做咗 gym 5-6年嘅，佢單手咧拎啞鈴咧，已經係鍛煉拎到去20幾 kg。我就有問過佢一個問題，我就有問啦，其實你點樣判斷你會循序漸進咁樣去加啞鈴嘅一個重量？佢同我講咧，佢就話如果當佢拎一個啞鈴，佢7-8下做動作嘅時候咧，覺得 OK 嘅時候咧，佢就會選擇去挑戰更高。佢同我講，肌肉係要撕裂先會成長，更加大嘅負重先會練到更強嘅肌肉。哇！原來健身呢一樣嘢反思到好多我人生，就係不斷去追求突破，追求成長。7-8下 OK， 我就轉更重嘅重量。就好似如同我哋人生一樣，當我哋面對嘅責任或者面對嘅挑戰越高越大嘅時候，你覺得痛，你覺得撕裂，其實你先會有成長，而更加大嘅責任，更加大嘅學習，你先會練到更強嘅自己咯。而另外一樣嘢，我嗰個朋友同我講話，健身其實係俾咗佢一種確定感，因為健身呢一樣嘢，佢話你只要肯做就會有收穫。喺一個乜嘢都唔確定嘅世界，健身係一個領域，個付出係可以直接等於你嘅回報，呢樣嘢係非常之珍貴嘅。的確係嘅，每一下肌肉嘅撕裂，你都係進步當中。而我再帶引翻到去我自己嘅覺察，我覺得呢個 gym room 嘅地方都係好特別嘅，因為我覺得入面嘅人呢，不論你話佢哋嘅身材啊等等啦，有時都見到好多大隻佬啊，或者有啲女仔身材係好靚、好苗條、好有肌肉、好有力量、好有線條嘅時候，我就會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場域，呢一班自律嘅人，佢哋就喺呢一個地方。自律嘅人，佢哋會喺健身房。我先唔講佢哋其他領域係咪自律，但係有一樣嘢毋庸置疑，佢對自己嘅身材、對於自己嘅健康、對於身材嘅鍛鍊，一定係自律嘅。有時候環境佢係好影響一個人。如果我每一日身邊嘅人，我一擘大眼係 gym， 哇，見到全部啲人都咁努力，夜晚放咗工都練，中午甚至用 lunch time 嘅時候練。
或者朝頭早早起練完先工作，我就覺得哇 OK， 呢個世界真係有呢種人，係咪都改變咗我對於即係身邊嘅圈子啦？我會覺得哇，呢個世界都好多人去注重自己呢一個身材，注重自己嘅健康，而我喺gym 入面，我都會諗佢哋係咪一開始就咁犀利，一開始就咁多肌肉、咁多爆發力、咁多線條，一開始就已經拎到20幾 kg？其實唔係嘅，佢哋一定一開始唔係咁樣，佢哋係一種時間嘅累積同埋堅持。尤其是就係我身邊已經係有朋友做咗5-6年，當然一開始係真係唔識，慢慢學、慢慢做，經過時間嘅累積，先有今日呢個模樣。佢都提醒住我。健身、閱讀，任何嘅好習慣都係一樣，有一種複利嘅效應 ，keep 住一個 consistency 一致性，先至係真正嘅力量同埋魔法咯。我覺得一個好核心、好重要嘅 point 就係行動先改變身份。我哋成日都以為我哋要相信自己係一個自律嘅人，先至做到自律嘅事，但係我發現係調轉嘅。我哋嘅大腦咧唔係靠我哋講咗幾多句肯定說話，講自己幾叻就會信。佢係需要睇到證據，見到你真係去咗啦，見到你真係做咗啦，佢先至會肯重新去認識你。當我一次又一次去 gym room 嘅瞬間，我先至由我一個唔中意運動嘅人，變成一個有健身習慣、會注意自己身材管理、自律嘅一個人。當你身份一轉，其實你行動就會自然跟住轉，而接住落嚟就係環境啦。啱啱都有提到，入到 gym room 入面，周圍不論係男或者係女，佢哋個個都係注意身材，想改變。而我喺嗰度，我見到好多係同頻嘅人，我會諗人哋咁努力，做咗幾耐先有今日呢個身材咧？我憑乜嘢放棄唔努力呢？就算一啲睇落去身材已經好好嘅人，佢哋都依然做緊，就好似一句說話，比你更優秀嘅人，比你再努力。哇！呢個說話好犀利，呢個就係環境嘅力量啊！講到呢度，我就發現咧，做 gym 健身，佢教我嘅嘢咧，其實同我做創作或者去追尋一種我理想嘅人生係一模一樣嘅。我成日係想保護嗰個哇好有潛力、好似好叻自己嘅形象，而唔夠膽真正去做、去出醜、去交一份未必完美嘅作品。但係健身呢，佢逼我去面對咗一件事，我唔會因為相信自己係創作者而變成創作者。我真係一次又一次入咗去 gym room，我一次一次去做咗創作，嗰個大腦先至會肯覺得我係一個做 gym 或者做創作嘅人。呢一個就係自信嘅建立，就係我哋行動佢帶俾我哋大腦證據。原來 Chloe 都係一個咁樣會去做創作，會去做 gym， 會去承認自己唔識，袒露自己嘅脆弱，由零開始一步一步去學習嘅人，唔會自卑，唔會自大，喺中庸之道，不卑不亢去學習，去行動，去相信。另外一樣嘢啦，大腦係唔相信我哋嘅宣言，只係信我哋嘅行動。有時候我哋以為自己已經到咗極限，但通常只係你停得太早啦。我會覺得做 gym 呢樣嘢，佢真係影響咗我好多。話說我今日錄完呢一集 podcast， 食埋個 lunch， 我就會去做 gym。佢令到我會去一來啦，注意自己健康之餘咧，其實都會令到自己飲食上面會去注意多啲，亦都會想有充足嘅睡眠8至9個鐘頭，令到自己肌肉上面都能夠有時間去進行修復。飲食上面都有充足嘅蛋白質嘅配合。佢唔單止一個對我嚟講自律嘅習慣咁簡單，佢係改變咗我自己嘅身份認同，同時亦都讓我去明白嗰種極限只係我自己俾自己。每個人都可以成長，每個人都可以進步，每個人隨住撕裂，隨住承受嘅力量更加重，必然能夠突破到自己。同埋佢會令我回想翻現實生活，既然做 gym 我都可以忍受到嗰一種身體上面嘅疼痛，咁其實翻到現實生活嚟講，有啲乜嘢我不能突破呢？佢亦都係能夠提升我哋嘅心理肌肉啦。咁我 IG Reel 上面有一條片係咁樣講啦。咁另外啦，最尾我想呢俾一個人生實驗大家。我想大家咧聽完呢集 podcast 除咗知道 Chloe 呢個人咧增加咗做 gym 嘅習慣之餘咧，呢一個禮拜不妨去揾一件你成日都諗緊我好想去做但係我一直都冇做到嘅嘢，可能係做自媒體或者學一樣新嘢，去做 gym 同我一樣，或者去一個活動。唔好諗我係咪呢一種人，直接去做行動最少嘅嗰一下，喺你覺得夠啦，
嗰一刻問自己一句，係咪真係夠啊？定係我仲爭過一兩下呢？我哋唔需要變到一個更好嘅人先至開始行動，我哋係喺行動入面慢慢變成嗰個人。如果你願意嘅話，我哋可以一齊一下一下咁樣去練翻自己。呢一集 podcast 嚟到呢度差唔多啦。如果大家中意我呢集 podcast 嘅話咧，不妨訂閱冬菇妹成長哲學，亦都可以喺下面留言俾一個5星嘅評價我 share 俾你身邊有都想健身嘅朋友，或者喺 IG 嗰度 PM 我想成為我嘅247 buddies。有時候我哋得閒可以一齊去做下 gym 傾下偈。咁我哋下集再見，拜拜。